真正嗰個增進率會係喺國內咧，嗰個增長喺國內會遠遠多過香港。香港嘅檢測行業可以追溯到70年代，目前規模大小小嘅檢測公司或者專門實驗室超過300間，大概有80%嘅生意主要做出口貨品嘅檢測，餘下20%係食品、藥物，有部分專做政府嘅外判化驗項目。之前發生嘅食物事故，例如孔雀石綠、三聚氰胺，到近期嘅藥物標籤出錯，都令到檢測公司多咗好多生意。行內估計單係檢測食物，1年就有12億嘅生意。所以舊年咧，我哋呢個行業咧嘅增長率咧，大概有15%至到20%嘅絕對係反映唔到近期呢12個月嚟嗰個出口嗰個情況。馮立忠嘅檢測公司喺80年代開業，佢指出意外事故只係間唔中發生，唔能夠長遠。檢測行業要可持續發展，除咗要有出口貿易嘅支持之外，硬件同埋軟件兩方面嘅投入都要大大增加。好似呢個實驗會用火去燒乳膠物料，期間會排放黑煙或者有毒嘅氣體，唔可以喺人煙稠密嘅地區進行，需要有較大嘅空間讓氣體消散。呢啲都係現時較缺乏㗎。我係講嘅唔係淨係一個環境嘅溫度、濕度咁簡單，甚至冇空間。你睇我哋有啲測試嘅儀器咧，係需要某個高度同埋咁嘅面積，先能夠處理到嗰個標準嘅要求。喺香港呢個咁地方短缺嘅一個咁嘅環境咧，係處理呢個行業咧係好受挑戰。